台湾伫今年会正式行到超高龄社会，为了培养中高龄族群学习成长，有基金会到社区大学教大家利用声音，把身躯边的故事记录起来，学上时行的 podcast， 互因对着少年人的脚步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播放的题目是《社大开学去》。用广播的方式，跟大家分享社区大学所学到的经验。在地新竹人带领大家寻古迹、探新视点。另外，还有人透过声音来记录心得的故事以及文化。除了老师甲阮教讲，阮安怎做 podcast， 啊，搁有爱伫迄个手机啊的迄个影音爱剪辑，所以我感觉讲，我学这个物件吼是我是时尚老人。接触到这个 podcast 以后，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其实就可以做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就会应用在生活上，不管是旅游或是家庭聚会，他们都可以从事这一方面的录音，然后再做成一个 podcast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台湾55岁以上的人口数，今年已经超过800万人。为着丰富老大人的生活，地方公益馆找来专业的老师，教因安怎做现代少年人长时间的 podcast。希望讲对咱较就是讲算壮世代吼，会当有一寡技能啊，无共款的这种自媒体的培养，甲咱身边的故事讲下大家听。啊，讲实在，这个故事啊。放做伙吼，啊，大家咧听，你对身边愈来愈有感情，啊，对因来讲是一个挑战，啊，毋过嘛是一个成就感啊呢。学员自节目规划、配音、剪辑到完成作品，逐项拢家己动手来，利用声音记录新得味，分享在地好耍趣味的所在以及故事，把学习到过去毋捌接触过的新体验。记者君和新潮报道。